先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初了的一个新朋友哈，伊做的事情咱们贴拍到，伊是森林疗医师罗水怡先生，欢迎罗先生。主持人你好。老师今日都是用你给出任务的服装。没错，大家看到这么亮眼的背心，就是我们森林疗愈师特有的。咱的夹背哈，一个背心，还有给头前的这个叫做保罗扣。哦，它里面是一个台湾山的符号，然后上面有你专属的名字。这个图案是唔偷的，还是大家图案 QQ？ 这是我们林业保育署长官挑的。台湾山的种子。台湾山的种子。对，然后带下是你的名诶。嗰种大概带队的时间，都会按你的打扮。像下今比无带队来录影，加做按你来做。咁先同人讲一下，嘅山拿疗医师是用哪个工作，在做什么？我们其实就是带着这些需要身心灵需要放松的人到森林里面去。然后用森林的它自然的元素来去带给大家设计一些小活动，然后带给大家一些轻松放松的一些很享受的一些小活动。所以我们设计行业山拿地度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森林本来的嗰度嘅养分。不過既然係森林療癒師，你一定有嗰度專業嘅地方吼。嗰時今日都會利用先生帶來嘅嗰度小物，好來認識老師，還有認識山拿療癒師安尼嘅工作。我哋都現場處理大部分人睇嘅，嗰啲先生帶來嘛嘅，對於有貼配意義嘅東西哦。一個睇下應該係有用過啦，用過。可能後生嘅唔是用一個錄用數據嘅嘢，也數據嘅動偏離啊，因加減乘除總共用數據。不過以前家家戶戶都愛用，每間公司咩愛用，挺愛用啊。做乜唔會？唔過一個應該係公司，那會用到啊，唔會啲空氣大嘅咯。一隻計算機然後特別講我也下嘅工作20年的工作，全部都是跟這個計算機有關係的。都也下嗎？都也下，目前還也下還在做，正在職。你喺做乜嘅條路？財務比如說公司員工要發薪水啊，薪水又返啦，還要去跑銀行啊。一般的那個結賬的部分，像每一個公司每個月的報表有損益表、資產負債表跟現金流量表這3大報表，每一個月都會做一次。你做了20年，跟以前讀書都係讀相關的哈。對，我以前是讀商科的。哇，個計算機都唔係輕彩的計算機，係硬的計算機，這是我專屬的。這個13年用呢？有點太乾淨，通常要貼一個硬幣啊什麼的。如果是講20年，如果用按那個，可以做按那一條路。每天上班，當你上班一定要用到。因為你公司出納嘛，然後有零用金要進出，或者是有一些傳票的切換，要做一些賬務的記錄，我一定要用到計算機，所以我上班沒有它，我上不了班。跟農會同森林有關的其實是很跳痛，對不對？那一個財務人員為什麼會想要到森林里做森林療癒師呢？是因為我從小在森林裡面長大。你可以賞醫，你很平那是我成長的地方。那是後來因為第一個是因為我在山上的生活非常的快樂，懂快樂那在我的印象記憶裡面是一個很深刻的一個記憶。然後到了後面呢，是因為興趣，我就是因為對山林有很大的連結，很深的連結，所以我選擇又再回到森林裡面。我做財務工作其實已經同我們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按呢，來到的都市，你同山拿就會斷了連結。我到現在都斷掉的，是因為大家太忙了。剛剛你做乜嘅會有一個動機，又會回到山林。那這要回到我4年前，那時候林業保育署，也就是以前的林務局，它正在招考國家森林志工。
志工。那我就想说，这个很好的机会，我应该要来把握，因为我太喜欢山上了。然后我就去报考，然后呢也录取了，然后就开启我10年的解说志工的岁月。然后呢，前2年我们的林业保育署正在推森林疗愈师，然后我就想说太好了，这个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马上就报考了。6年前那回事，嗰时候那个森林疗愈师喺台湾算很新呢，比较新兴的行业，这个绿领人才是比较新兴的。老师係T7V，T7 號，T7 號考到嘅，更加已經有一度嘅山拿療愈師嘅，目前有71位。嗰時候6年有70位嘅，其實印度人注意到一個行業，而且是一個對自己韓國對病人都係幾好的事情，很有幫助。對，就是我覺得當森林療愈師是前提是要療愈別人之前，要先療愈自己。你才能夠把這個感受帶給大家。好，我哋來看天氣好。因為因接ขึ้一個森林療愈師嘅專業，看下先。一個布台嘅，看底部係乜嘅？嗰度樹嘅呢？樹嘅一排，很多森林的元素。好漂亮哦！一個排嘅係嗰度嘅形狀。三角形，要拍的有20種叉叉樣樣的形狀，可是都是很簡單的圖形呢。對，一個作用係乜嘅？一個作用哈，那請問做寺廟，你覺得哈，雖然我們現在不在森林裡面，那你覺得森林的形狀有哪些？包含樹葉啊，樹幹啊，我覺得什麼形狀都有呢。對，旅遊呢？可是呢，通常有些人去森林裡面呢，他只是想要去爬山，去爬山，然後呢，他不會注意到森林裡面有這麼多這麼可愛的小圖形。以前面都有攻頂，對，它是目標導向，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攻頂，然後攻完頂以後又匆匆忙忙又下山了。然後沿途的美景，他幾乎都沒有去注意去看。那這一副卡牌的設計呢，就是希望你把你的精神專注來去找一個圖形，比如說好，易容你隨便抽一張圖形，好，我抽一張。抽到一個這個對，這個彎曲的圖形，所以呢，你就要在森林裡面去找類似像這種彎曲的圖形，看森林裡面有哪些是有，那就是要發揮你的想象力。古壽老師帶隊嘅時節，如果發本學員，對，一人一種，但如果估計起，哇，家出到一個人改買棍吼，我想講眼那是咪都安尼嘅？呀，懂簡單呐，嘿吼，那個樹上垂下來的那個鳥有沒有？它有這個形狀，或者是那個蜘蛛絲有沒有？蜘蛛絲它也可能有時候那種這種形狀。對，假使眼冇出到一個人，可能就唔可以去注意嘛。眼出到誒。你就會用你的精神去專注去找類似那樣的圖形，就是把你的精神給 focus 專注。光是這個就覺得很有趣嘞哈。對，一般來體驗過的學員都覺得真的好有趣哦。他們從來不知道說森林裡面竟然有這麼多有趣的元素。我當然，我做森林療癒師唔係很簡單的事情啊，很有哦，很懂得哦，很多的。你們會能考試的時間要考嗎？呀？考試的時陣其實有60個學分是線上課程。這60個學分的核心課程，第一個是森林療癒，它有我們要學習到其他各國的森林療癒的發展史，還有包含我們台灣森林療癒的發展史。那第二個是森林科學，那這個森林科學是根據我們現在的生物多樣性或者是氣候變遷，回來看一下我們台灣森林的狀況。都係古業太環境沒有了解，從大環境去看這個森林科學這個部分。那第三個是身心健康跟解說，就我們會把一些諮商跟心理的部分把它帶進來。因為有些人可能因為生活壓力過大，他心裡呢有一些
压力的部分需要去疏解。那怎么样？我们如果有一些心理背景的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协助这个心里面有过创伤或者是需要辅导开导的人，做一点点小小的就是引导的部分。那第4个是我们的身心健康跟安全。因为在森林里面，你在活动的时候，安全一定很重要嘛。你总不能在你带活动的时候不小心一个磕碰跌倒受伤了。那这个给安全，还够3哪给安全都要兼顾。对，老师，你头都一口是讲，我先疗愈自己，当然可以疗愈别人。我说你会接近山林，除了讲晚些提山哪底度台以外，那个时候你自己有需求吗？有，因为我的财务工作，你知道呢，压力是很高压的，对不对？那个跟数字有关系的压力都很大。在社会，在我的工作上班的压力，可以再从森林里面释放掉，然后再有新的能量再带回来工作。那可以回到山林之前哦，你有方法吗？还会就是因为没有方法，才山林又把你吸引回去？回到山林之前，其实我平常休假不用该时候嘛，我也是有偶尔会回到森林里面去。嗰种你其实一次某团嘿，对，只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对，森林还是我日思所想的地方。哇，真的就是对你影响很大嘞。对，因为那个从小生长的环境，那个现在记忆里面，眼睛一闭下来，就是我在山上很快乐的生活，对我以后长大影响很大。嗰種就後來因為伊幫助唔幾多，嗰種咩想要用一個所學去幫助別人咧。剛才咧小可了解一個老師，儂會接觸到森林療癒嘅，剛才咧聊一下，等下個繼續來。其實現場還做幾多事情哦。對，我的斜槓人生還蠻豐富的。剛才咧等下個繼續來講。先是他是護理人員，那時候3年前不是有 COVID-19 嘛，他父親也染疫了。那他父親就很快的就離開了。他覺得他父親的離開是因為他沒有去照顧。今日嘅人咧來賓係山拿療癒師羅水儀先生。山拿，儂我有海龜，很安排咋？一個在山上，一個在海裡，對，很跳痛了，對不對？儂我海龜又同有關哦？有關啊，因為這個我另外一個身份是國家環境研究院，也就是以前的環保署的環境教育講師。也還蠻個時間開始已經大概5、6年了，6年嘞，因為我係好山又好海嘅人哈。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環境森林就是我們的海洋的環境，是真的需要大家來去好好的救這一片海洋。你係對於環境保育嘅構圖？對，其實以前的環保署嘛，就是跟環境有關係的嘛。那我拿到這個證照，也就是希望我能夠有這些能力去好好的為我們台灣的環境教育做一點點的心力。所以我會到很多的學校裡面去推廣環境教育的理念。嗰個也係你的教具，沒錯。其實一隻烏龜呢，是我教具裡面最小的一隻。我最大的教具是身高160公分，比我還要高。它需要4個。這海龜嗎？對，4個小孩子。是就係要同胸片呢？就是要有4個小朋友把它扛進教室。哇！不是比它大很多对，因为这个只有长70公分而已。那为什么都用安胎？这个真的小孩看到就疯了吧？对，那个当那个大海龟从校门口扛进教室的时候，所有各班级老师全部都对了那只海龟行注目礼，因为实在是太大只，而且太可爱了。然后就会有些小朋友会看，这个老師在上什麼課啊？他會來看一下，你都係用因為海龜嘅處境，人哋壓一下眼來睇下，看到嗰度嘅相關的樣片啊、相片，真的很可憐。沒錯其實我們海龜真的是很可憐的。我講一下為什麼我要用海龜這個道具來做環境教育的宣導。
是我以2024年海洋保育署的一个所发布的一个消息是，在2024年呢，有325只海龟在我们台湾的那个海岸边搁浅，那其中有275只呢，它是当场就已经没有呼吸了，然后他就把这个200多只的海龟进行解剖，发现呢，海龟的胃里面呢，全部都是塑胶袋，因为海龟在远洋回流的时候，它是要有食物的补充能量嘛。那到了台湾沿海以后，因为太多的塑胶袋，因为塑胶袋在海水里面以为过头水母，对，他以为是水母，因为海龟是吃水母的，所以他就把这些误认为是水母的塑胶袋给吃进去了。升进去里面以后，肚子里面以后，它就会变成肠胃道会阻塞，然后呢就影响消化，它没有办法吃东西，然后就这样子就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海龟真的是我们人类害了它。当然本身也能看样片、胸片没有友好，可是用那种玩偶，他们好像更能一类，对不对？对，因为我在教学的课程里面呢，我会用影片。有一支非常经典的影片是，有一只海龟，它鼻孔里面插了一支30公分的吸管，然后呢，我们的海洋保育署的人员，然后慢慢的把它拉出来，然后这中间呢，海龟还流眼泪。然后还叫，还流血，那小朋友看到样片很有感触。他们觉得，因为它会激发他们的同情跟爱心，他们会说，我们以后不要少用一次性的塑胶袋，然后也不要用了随便就丢掉，这样子会让这些塑胶袋会跑到海洋里面去，会造成海龟的生命的影响。也对于人真嘅就會有效果呢，有效果。可是唔可以做一種推廣啊、宣導嘅工作，我嗰個民間呢，就是我有乜嘅方式可以想得到大家。我哋回到老師那位方，我哋本來今日講到嘅專業，如係一個海龜版，係如係一個森林療癒，我哋頭前有看到，你有很多種無救用嘅解釋。對，因為我除了是森林療癒師之外，我還是頌缽音療師。這個是延伸出去嘅，唔係森林療癒裡面，唔是大家入位，唔係採家杯。那這個星期就是在這個頌缽，所以我自己有在花時間、花金錢去拿到這個頌缽音療師的執照。也沒有執照，要他出去教學通常都要有執照。因為有一些專業性的東西必須要去學過，才能夠有這個能力出去。要用來使用，你會帶到山哪地方去？會帶到森林裡面去，然後也有在室內也可以做。喺山哪地方我用來使用，也個對你嘅後眼會怎麼用？其實我今天帶的這些只是我的教具的一部分。你們一套亂的啊？每一套有23啊。然後再加上一面銅鑼，這個是整個全部的教具。那今天礙於現場，我大概就只是帶一小部分。有些把種樂器的使用方式哈。對，其實它這是有音階的缽。那因為我的頌缽走的是脈輪缽，因為我們人體有7個大脈輪。那常常因為我們身體因為工作的關係，忙啊、累啊、熬夜啊，會造成我們的脈輪會偏移，會有一些堵塞的狀況。那這個脈輪缽，如果敲下去的時候，它會幫你疏通這些不舒服的地方，阻塞的地方。哇，嗰種我用過種冇可以用嘅教具，對，非常多。其實有很多元的活動都可以帶進這個森林療癒裡面。嗰種睇帶隊嘅時間，我會睇先前了解，也等後人伊能有乜嘅需求，然後來針對他們的需求設計。好唔錯。好，所以也是按能如果因進修有嗰種冇用嘅方式，所以不是我愛上誒本來如果簡單森林療癒，那就去念書誒呀，去報書如何呀嘞？報書應該也是其中一個哈。對。那樹位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因為我們透過跟樹的連接，會把你之前很深層的一些記憶呀，還有一些
以前受过的创伤，或者是你想要跟人家和解的时候，你心里面的一些积压在内心里面的一些压力，你会释放。你会透过报数这个过程，你会跟树讲你的心事。我不信哦，我先前有做过一个影集。第播一个角色呢，有一幕就是我去南树然后跟我的师兄说，我不知道抱一棵树会那么幸福，然后剧本上面写我要流泪。真的如此讲为刘梦正呢？有，因为在我的很多有一些学员，他可能遭遇到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经历，然后呢跟树连结了以后，他跟他讲他的心事，就是以前他没有跟人家说过的，他会让他自己很感动。然后情绪就会被释放，那情绪一释放以后，他就会有流泪了这个动作。这些疗愈的能力啊，你有被学员吓到过吧？有一摆东阳中那个丢都懂太伤还有因为他父亲的关系然后因为他是医护人员第七嘎他是护理人员，那时候3年前不是有 COVID-19 嘛，疫情嘛，那很多人确诊嘛，对，那因为医护人员很吃紧，然后他必须要留在他的医院，就去帮助那些进来住院的一些病患。那但是呢，很不巧的，他父亲也染疫了那他父亲有慢性病，然后呢，就很快的就离开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虽然已经过了一些时间，但是一直他觉得他父亲的离开是因为他没有去照顾，因为他自己就是护理人员，他应该其实要去照顾他父亲的，可是他父亲没有去照顾他，内疚啊，对，他一直有很深很深的内疚，所以当他在抱这棵树的时候呢，他就跟这棵树讲说，我对他父亲的愧疚之心，然后当时呢，他就爆哭，就整个人这样子抱着树就很大声的就哭出来。然后呢，我那时候也是吓到，因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后来情绪平缓了以后，他才说出这一段的故事。我也觉得深深被他感动，就是因为我有把他的情绪，把他愧疚的心理让他跟这个树说了以后，他心里就会比较好过。那这个抱树的环节以后，我又设计了一个疗心卡，就是疗是那个疗愈的疗，心是心里的心。然后呢，会随机抽一张卡牌，然后呢，会回应你刚才抱树的那个情绪。然后呢，这个护理人员抽到的这个疗心卡叫做放下。不用哈了，意思就是说，告诉你父亲的这件事情跟你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必须要把这份内疚放下以后，你才能够面对后续你未来的人生。所以当他抽到这一张卡牌的时候，他又开始在流泪了，因为他觉得这冥冥之中是他父亲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情而愧疚，你要好好的生活。所以他到现在我们2个还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他非常的谢谢我有这一段，然后让他放下他心中这么深的愧疚。所以我觉得恶魔胸沟会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让我觉得非常刻骨铭心的疗愈的过程，因为我觉得我有帮助到他，来把他心里那个很深的歉意让他放下，那他可以好好的再去面对他后面的人生。哇，也会干过这个做的事情都有意义呢。对，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哇，好棒的故事哦。等一下呢，罗先生我带我们去到以此世慎重的比赛，好，我们等一下过多转来。他们常常就是有睡眠的困扰，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颂钵音疗。
我要敲钵，有时候呢，敲大概4、5声，开始就有人打呼了。哦呀，做迄龙腾断桥，呀迄啊，小时候待梯缝，一岁就待伫亚边。在以前就在亚边，呀，相片很珍贵哦。这样以前东西是给拍的哦。呀，我阿公61岁生日的时候，呀，抽灯呀，是我阿公。哦，我婆男啊，然后我记得阿公就同我讲过，以后我带我去做表演。不过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我爷爷就生病就离开了，所以当我有时候出国坐飞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阿公以前有跟我们带我去做表演。阿公过世那时候呢，他的灵车从老福街沿着马路安内过来，因为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些上坡，那个灵车很东冲啊后面就是有人需要帮忙推一下，然后呢，我有停下来抬头看了一下这个龙腾断桥，然后就想到我跟我爷爷以前就是生活的画面，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看到这个断桥，我还是会想到那时候阿公出殡的那个场景。哦呀，下面住在龙腾国小哦，就是小时候呢，我的堂哥堂姐常常带我来这边玩。我最有印象的是，我堂哥有带我进教室里面，然后看着他们的同班同学，但我那时候还小嘛，然后他们都会过来跟我玩。哦，这个呢是身为森林疗愈师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具哈，这个叫做森林疗愈卡。然后呢，我们在这个20张的牌卡里面，我们随便抽一张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形状。好，我现在呢，我抽了这一张牌卡，那我们就要在森林里面呢找出这样形状的所有的自然物。那这个就是能够让学员培养他的专注力，把视觉打开，然后去培养他的想象力。然后他就会能够专注你的所有的专注力，都能够把它拉回来，你就不会去想东想西的。那我自己抒放压力的方式就是回到森林里面，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在森林，所以森林对我来讲就像回家一样，给我一个很安定的感觉。所以当我有工作压力的时候，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回到森林里面。我觉得森林带给我就是一个放松的心情，愉快的心情。当我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呢，我来到这个地方，让它来疗愈我，我就能够带着满满的能量再回去面对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森林它是可以疗愈身心的。然后呢，我会把这份感觉、感动带给其他的人，也帮助其他的人。接来做个慢嘢来了，今日的来草料的来宾呢，是山拿疗愈师罗水怡先生。罗水怡先生带大家去到龙腾断桥嗰邊，如係可以講成長嘅味素。唔過其實老師講，能錄下行威個韓國山檔，和東山度里邊。哦，所以你呢真的山里長大，是真正的山里長大。真正的山里，因為我記得。小时候啊，同爸爸转衣服卡，我爷爷家，抽火车抽到3茶3义火车站，就是还要再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那个路程是走小路，没行开大马路。哦，就那里真的非常很深山里面的一个山上。那我还记得我爷爷家的住址是苗栗县三义乡龙腾村外庄66号。东地度真近喺山档。我说难怪先生会讲，因为我从喺西路办到基隆诶，西
岁以前提给三都只有那5年，我对你的印象人生影响非常的久远，因为那个记忆都是快乐的，都是快乐的记忆。因为我觉得到了学龄后、国中以后，因为升学的压力嘛，然后到了社会有工作压力嘛，然后这些压力都觉得好辛苦，还是山上比较快乐。系啊，头都唔讲到陪山下地区做疗愈师做一样事情，就会有意义啊，还有非常多嘅莫教养嘅教材。今天会看到老师旁边左方有一个也是精油，对，当过下深呼吸，对，这边写的是深呼吸，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到森林里面，我希望能够让你1秒到森林啊。有很神奇哦，对，那个易容，你想不想试试1秒到森林的感觉？我有冇去过山哪哦，因为这个精油呢是所有的杉木提炼的精油，那这个在我们森林疗愈里面，在嗅觉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先让易容闻一下这个味道，然后我再来讲解为什么嗅觉在五感体验里面是很重要的事情。古说你睇在对面会用到对，因为森林里面有芬多精嘛，芬多精，然后这些精油的提炼，就是我们芬多精的2次代谢的部分。你可以闻一下，让你眼睛闭起来，然后深呼吸，让你1秒到森林的感觉。有呢，你觉得味道如何？就会太刺眼的咪西呢。它就是集合所有山林的味道，所以为什么叫做深呼吸？那嗅觉在五感体验里面呢，其实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嗅吸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说有放松的感觉？是因为我们这个嗅吸经由我们的鼻腔的绒毛，然后再经由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以后呢，会到达一个地方叫做杏仁核，还有海马回的地方。那海马回呢，它是掌管我们的记忆跟学习，杏仁核的就是我们的情绪跟情欲。所以呢，这个嗅吸到了我们杏仁核里面以后呢，它会提升你的副交感神经。就是让你的阿法波性，让你有放松愉悦的心情。刚刚你睇多做去山呐，也多年来，你感觉你自己有改变吗？还是你本来因为你今日看起来都是法喜充满，因为皮肤也很好规个人笑面看起来就会很平静的人。你本来都安呢，还是过多做去山呐，你自己有改变？我觉得从小的生长环境，加上我平常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做一散荡狗，就去森林里面释放我的压力。然后呢，我又当了10年的解说志工，都是在国家森林游乐区。然后呢，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接触山林，因为我们山林有3宝，森林有3宝，一个是芬多精，再来是新鲜氧气，再来是负离子，这3种都是能够让你能够活化细胞、代谢、身体代谢一个很好的自然分子。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有空我们就到森林里面去，好好的呼吸新鲜空气，因为现在平地的空气不好，然后呢又可以有芬多精，可以让你释放你的压力，所以森林它是一个很好的自然环境，就是建议朋友们呢有空呢，就是常常到森林里面去。你带嘅有各种某 Q 用嘅队伍嘛，大家每个队伍都长得很不一样。你嘛嘅英雄鬼词没吗？像我带的团体有银发族，有那种退休的，那也有很多企业人士，甚至还有学校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很多像还有军事的，军事方面的，还有我们的那个佛学院，也都会有，所以我的对象其实还蛮多元的。那感觉太假如黑压力归台哈，你有觉得你有观察到台湾各个族群？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一定是企业嘛，像我有时候会受压到南山人寿、国泰人寿，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颂钵医疗，然后因为他们因为业绩压力大，保险业绩压力大，然后常常会睡不着。你敲给入睡？对，只要敲钵，有时候呢，敲大概4、5声，开始就有人打钵了，就开始有这样呼拱的呼声。他平常时睡不够高？对，他们其实有很多就是业绩压力大，会焦虑。焦虑就是你睡前你还是一直在重复啊，我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还有什么要做的，反正就是模仿图在你的下，对，脑海里面一直转，然后就是一直影响你的睡眠，所以他们常常就是有睡眠的困扰。所以这种波音一进到他们的脑海里面，它会改变你的脑波，会让你的贝塔波会马上见效的呢哈。对，它就会转换你的脑波很快，因为你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你的耳朵，然后进到你借由声波的传导、共振跟共鸣，它能够改变你的脑波，让你从很紧张的贝塔波瞬间就可以变成阿法波，你的副交感神经就起来了。然后起来以后放松以后就会想睡觉，睡觉进入浅层的话就是 Delta 波，最后面是 Sigma 波，就是让你做深层的睡眠。就是有时候颂钵到后面叫不起来，因为他已经睡到很入睡，还需要旁边的人摇他。还有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企业人是压力最大。刚也得到几好的回馈啊吼，比因的这个怕入学到，那有可能的平常时入睡唔够高诶，结果来到亚老师考量上啊，所以古说真嘅係營造個營氛氣啊，因為我覺得幫助很多人的問題解決。那我自己，因為我為什麼會去學這些其他的證照？我覺得這個用在森林療癒裡面，它是相輔相成的，它可以幫助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好，到等下最尾咧，我會來試看下，可能山拿療醫師吼，對於有啲配音嘅料理係嘛嘅，等下叫他來試。最大支撐我的力量還是信念，就是我想要推動森林療癒的這個信念，怎麼樣把這個壓力適時的疏解，不要造成你心裡的負擔。我覺得我現在正在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是有意義的。接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山拿療醫師羅水儀先生。丫頭呢，如果來是好食的，吼，來看下是水儀先生帶來乜嘅對於有啲配音嘅料理，吼，像處理夢本眼人，好，雞酒哦，哇，有人食啊，做嘅哦，我食個做嘅哦，我食個做嘅哦，咁馬上來試看啦。很清香的感覺呢。對，那這個雞酒呢，做下對應有 TPA 我講到我家婆，我家婆，因為小時候呢，我跟我媽媽回外婆家，我家婆喺銅鑼園，廟裡銅鑼園，我大把專業呢，很忙都不卡，董燕呢地方，我就聞到一股香味，就會雞酒味。家婆佢好煮雞酒，那家婆當好食雞酒，佢煮的雞酒呢，冇像人家哈食的味道，佢煮的雞酒是全酒冇人工合面，冇加水的呢，因為我講講，待會易容可能喝了會醉，所以你下手有輕一點咧？有，我是有一半水一半酒。你這個是咩嘢呢？哈，這個是咩嘢呢？就冇都完全客家式的嗰種。然後你這個咩好食？這個咩懂好食？剛剛你這個在做森林療癒、安健康的事情，你對飲食沒有這個嘅很多原則嗎？有啊，其實我從細冇愛食肉，我就看到肉唔會去夾。就是我就是自己就是會去吃蔬果類。如果說有一盤牛肉就是青椒牛肉，那就會去夾青椒的部分，我就很少去夾肉。但是我又不是純素，
但是算是锅边吧，就是我饮食比较清淡一点。所以你也不是说特别会养生，不过从小就会好生水果。像给酒煮粿，就是顶多吃一杯给又不好其他就是喝汤，因为就是不太想要吃很多的肉啦，从小就是不太喜欢吃。刚刚还有嘛个回馈黑支持你，继续行下去，就是因为呢，我花很多时间去上课训练哈，大家对还是会耗精力啊。虽然你是在森林里面，嘛个我因支持你一直行下去，有怀疑的时候吗？我觉得最大支撑我的力量还是信念，就是我想要推动森林疗愈的这个信念。因为你看我们台湾的山林面积占了我们国土的60.71%这么的大，60%以上都是山林。其实台湾呢，它是很适合发展森林疗愈的场域，因为我们的森林面积很多。那因为台湾人其实压力非常大，或多或少，不管你是退休啊、学生、在职人士啊，甚至家庭主妇，他也都有他的生活压力。那怎么样把这个压力适时的疏解，不要造成你心里的负担？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还有吗？给你印象深刻的回馈可以分享的吗？我们公故事会懂吗？像去年我们的劳动部不是有那个什么职场霸凌吗？劳动部他的员工因为霸凌，然后选择他不想要在这世界上生活嘛。那也有我在带队的时候，也有学员回馈他在职场上被霸凌的事件。他也是觉得自己是造成他的心理上的压力，然后因为他又想要这份工作，因为他的薪资也不错但是因为他每天上班都不快乐但是他就是选择忍耐忍忍。那他来参加我的课程，他就把他心里面的压力跟诉说，他也有去发泄他的情绪，当时他也是有流泪的。其实森林疗愈师不是像諮商师这种，我不需要去帮你，不需要处理你的问题。对，因为像如果说你发现他心里真的是需要諮商的部分，你可以转介给我们的心理諮商师。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心理师，这个心理的部分是很专业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介入这样的疗程，其实也不对，因为我们也没有执照，我们只是一个森林疗愈师。那我觉得森林疗愈师重要的重点，它只是引导这一块，引导你怎么跟大自然做连结这一块，让你怎么样去舒缓你平常的生活压力，你的情绪紧张，这是可以做引导的部分。但是如果你真的心理需要諮商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帮你转介到諮商师那里去，再做进一步的接触到他能对人他能够强的情绪反应，对你不会有太大影响。当时会，我们必须要引导来参与的对象，引导他一个正向正面的方向。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事情过了以后，情绪发泄了以后，怎么样把他这个情绪给收回来。所以疗心卡很重要，有没有？最后面那个护理人员他不是抽到放下这个疗心卡，这个就已经是帮助他把这个愧疚的这个心理把他拉回来，引导他未来后面他必须放下这一段，然后再去继续往前。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森林疗愈最后面的意义，就是能够再引导回来他一个正向的方向。我说其实你可以带路人，对，就是引导，就会陪伴者。推你同山哪失去连接你可以的中介，如果我带人来，我有一些专业的教具、的方式，让你跟山林可以连在一起。可是我没有要处理你的情绪跟问题，也没我要处理的，这不是我的专业的部分，我就不能去碰触。你会给自己设定目标，还是我今天如何做我感觉我欢喜做的事情，如何来做下去？我现在其实正在接受督导师的培训，
就是森林疗愈师的督导师培训，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认证的学员，他必须要带队实习跟随队实习以后，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森林疗愈师。他带队实习跟随队实习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督导在旁边看着他的活动有没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有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或者是有什么地方还是需要再调整的部分，这个就是要由督导来看这件事情。就做到更高阶安尼。对对，沟通韩国懂影天数是。你会遇到过那种万一能去山拿叫他们可以到接近森林，然后他不想要的吗？其实来参加课程的人，他其实就是想要来体验什么是五感，他已经有那个好奇，他已经有要参与，想要了解这个五感体验，森林疗愈是什么？那他一定是他有自己有发生遇到一些事情有需要，所以基本上他是接受的。但是在我带队的课程里面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点是，因为我都希望邀请我的学员，你在课程中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或者是收起来，或者是关机。那有学员他因为他太依赖，对这个3C 太过上瘾，他就是在课程中会不时拿出来，但有什么讯息，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是离不开手机了。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仰赖手机。那我们在课程中就是希望你把这个3C 产品先放在一边，你先不要管这些俗事，这些处理的事情，你先把你的情绪、你的意志先集中在这个森林疗愈的课程里面。那这些事情等你下课活动以后再来去做处理。那边老师没有讲，某一天要去到山啦，唔去公园咪可以？可以。如果手机的某一款一点钟，3C 产品给它断绝一下，可能都有对。像在台北的都会公园、大安森林公园，也没有开树啊。对啊，那边树也非常的多啊。那些森林疗愈的元素也相当的多。虽然它人多了一点，但是那个疗愈的元素，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坐在这个森林里面、公园里面，你只要闭上眼睛，然后呢去听鸟声，或者是你张开眼睛看一下天空，然后树，然后阳光从树这边投射过来的光影，其实就已经有达到疗愈的效果了。大家都不妨可以去试试。你只要把心静下来，3C 不要去看，然后闭上眼睛以后去看这些大自然的自然元素，它自然而然就会有疗愈的作用。你的交感神经它自然而然就会起来，就会让你有放松。你可以试试，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不需要设计什么样的课程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没安难。对，没有那么困难，只是你有没有那个心想要去试。你如果能够在一个环境里面好好的闭上眼睛，仔仔细细的去发挥你的听觉、视觉，然后感觉到微风吹拂你脸上的那个感觉，那个就是有疗愈的效果。甚至阳光洒在你的皮肤上，你的皮肤感官会有热的效能，对不对？那也是一个感官的刺激。感谢水妮先生今天的分享，非常感谢啊！大家看下夜节目，马上就去森林里面对，欢迎大家来做的。如果对自家的疗愈可能係想象唔到嘅效果。今日多謝水妮先生，謝謝。謝謝。然後今行，然後一啲療愈如何是給酒？對，這個是因為我剛剛覺得這樣不是那時間到我們再告訴。好，直接來就。